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搁伫世界杯乒乓太阳强对西班牙入16强，互国际媒体拢真意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上近12月就会放慢升利息的速度。这个消息出来，各国的股市已经开始起，连已经连续了4个月韩币即嘛开始起价。英国《Times》报道，英国的铁路工会按照伫咧耶诞节甲新年起卡走全国罢工至少8天。英国政府是呼吁铁路工会莫伫咧假期发起罢工，若无会造成17亿英镑的经济损失。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上诉法院裁定，伫咧前总统川普徛假抄着特种私密文件，刑事调查拢会当使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美国，甲总统拜登见面。针对乌克兰甲罗西亚问题，马克宏是答应未逼乌克兰甲罗西亚和平谈判。英国王室即阵是引起种族歧视风波，有一位英国籍非洲的主线组织负责人富拉尼受到邀请参加北京汉宫的活动。富拉尼是讲，威廉王储的告密赫西夫人，甲伊讲话态度甲言论，互伊真无爽快。阮简单为大家整理对话的内容。赫西夫人是甲富拉尼问讲，你是对倒位来的？富拉尼甲应讲，伊是伫咧英国出世大汉的。佮强调伊的爸母伫咧1950年代就已经伫英国生活啊。不过，赫西夫人也是一直甲伊追问讲，伊到底是对非洲倒位来的？互富拉尼是感觉讲真正足无礼貌。因为这项争议，赫西夫人已经回失咧辞掉王室的职位。发生种族歧视的风波了后，英国非裔资讯机构 Sister Space 的创办人富拉尼接受 BBC 的专访，讲代志的经过。And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she did is take my hair in her hands, my locks, and move it to say she wants to see my name badge. Now, you haven't introduced yourself.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富拉尼讲，顶个月29伫咧北京汉宫的反家暴的活动顶悬，赫西夫人一见面就伸手掰开伊头毛，这种粗鲁的行为，互人感觉真无爽快。但是对方是时大人，伊就无计较啊。毋过续落来对话，互富拉尼感觉很无烦，因为赫西一直问伊是对倒来。And then she said, "Oh, what part of Africa are you from?" And I said, "I don't know. They didn't leave any records." "Yeah, but 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I'm really from here." She said, "What's your nationality?" And I said, "Lady, I was born here. I'm British." I was thinking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it. No. No, where are you really from? Where are your people from? Lady, my people. What is this, you know? 续落来，富拉尼甲两个人的对话伫推特公开，马上引起真大的风波。即摆已经83岁，赫西夫人是已经过身的女王家相信的女士官，嘛是威廉王储的教母，已经伫王宫内面几十年。目前是该辅助英王查尔斯3世。事发了后，英国王室表示讲袂当接受种族歧视。赫西夫人虽道歉，嘛是女士官。已经较无伫英国王室出现的哈利王子含因某梅根，去年接受欧普拉的专访的时阵，只讲互王室成员种族歧视，虽然无讲实相，但是即摆赫西夫人的风波有可能会强化王室伫即方面较歹的形象。威廉王子伫教母出包了后，虽表示讲真遗憾，嘛强调无法度吞准种族歧视，但是真碍巧的是，伊和凯特王妃伫即时阵出访美国，两个人伫波士顿看 NBA 比赛时，有观众是当场甲因唱声佮大声喊 USA。但是歹代毋那安尼尔，哈利和梅根的一个纪录片嘛来发烧，手伫找伊是发预告。我个认为这内容看起来就是针对阿兄和阿嫂，对王室来讲是另外一个风波的开始。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中国各地爆发白纸运动，为着安大民心，就算讲中国今日也是有34000外本土病例，也是有几落的地方政府宣布放零管制。不过，有的所在讲要放零，好亲像只是讲讲的尔，佮爆发警民冲突。另外，有海客组织是出手攻击中国的官方网站，声援白纸运动。
希望规个防杀岛中国河北高比店生活地做生意的人甲防疫人员来发生冲突，因为防疫防控的做法，最近在中国各地引起要求改道的声音。河南省平顶山区有县街是出现民众拆除铁片要求解封，随后又被封起来，让国民众佮把铁片拆掉对立的情形。一寡家庭归落去，因为传出5百姓以城一中的部分的囡仔核酸检测有问题，防集中隔离。家长归落去就是希望讲，用家囡仔带回去。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盐水道要在人口真侪所在起封村，民众甲大路拆掉咧来阻止。贵阳护理中心小区的民警是要甲这个小区甲封起来。山东省济南市乐社区受民众集合要求来改道禁令。北京通州区美记桥镇是连日发生民众叫门，也是诉求来解封。另外，伫网络上也流传有装甲车出现伫北京街路上的这个影片。几十辆坦克要干仗了。有民众看到装甲车开过街路上，引起是不是出现黑青镇压的猜想？中国白纸运动毋但伫各地一直传，引起世界关注。就算就连骇客组织匿名者也出手来声援，也提出5点的诉求。强调伫要求达成进程，未停止攻击中国官方的网站。中国当局3年前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伫白纸运动爆发了后，敢若有调整的空间。负责防疫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伫香港会议座谈会已经无再提出清零，反倒当时强调新冠病毒致病力伫减弱，会主动优化完善的防控的政策。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也一直发出评论的文章，拢甲防疫放松的原则有关系。而根据中国卫健委的通报，初日新增加34980例新冠个案。中央防疫方向虽然有放松的意味，不过各地方政府防疫的做法依然引起争议。白纸运动炭烧的火也未熄。记者自综合报道。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访问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除了讨论欧盟甲中国的贸易关系，嘛有讲到台海议题。米歇尔是强调欧盟会遵守一中原则，而且伊嘛有暗暗表达对白纸运动的态度。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初一伫北京，针对经贸甲国际局势进行讨论。双方除了拢有意深化经贸合作，针对俄乌冲突，习近平反驳中国提供武器予俄国的讲法，强调应该避免战火升级，呼吁和平对话，防止地面对抗。欧盟是希望中国会当对俄罗斯施加压力。China is a global player and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e all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to work for peace and for the respect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面对台海议题，米歇尔是声明欧盟会遵守一中原则，同时确无讲到人权议题，好亲像是伫回应当地进行的白纸运动。The EU is committed to and maintains its one China policy. I repeated the long-standing position of the EU on Taiwan and the Taiwan Strait. On the protests, yes, we discussed that the question as well and discussed the acceptance by the societies of measures that are taken and the reaction by the authorities. And I just told before that we've also agreed on the principle to resume the human rights dialogue. 对比中国甲欧盟和谐对谈，俄罗斯就无遐尔客气啊！由外交部长亲上火线，指控北约破坏南海甲台海和平。Мы знаем, насколько серьезно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относится к такого рода провокациям,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Тайване и Тайваньском проливе. И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от подобные натовские игры с огнем. 最近欧盟开始警戒，想过碗靠中国。米歇尔这届访问是期待会当提高欧盟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不过，因为欧盟国家小连线有官员甲国会议员公开伫挺台湾，捏做中国真生气，安尼合作佫有可能话停。公司新闻牛言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超过9个月。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的顾问讲，乌克兰是有13000个官兵死亡。这个数字是比美国军方预估的10万人的真少。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甲法国总统马克宏见面，真两个人是做伙表示，若是罗西亚总统普丁愿意甲战争收煞，因愿意甲普丁会谈。
法国总统马克宏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头一个伫北京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外国元首。比起去年2个因为澳洲协助潜艇军购案，外交关系变较紧张。这段访问有对外展现两国200多年看大西洋友情正深的意义。不过马克宏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对拜登政府的绿色工业政策 IRA 降低通膨法表达不满。这项甲川普的美国优先差不多的法案，伫气候热能科技导入4000亿美金，让欧洲国家认为这是无公平的竞争。其中高于法国的批评上济。对这件代志，拜登初一伫联合记者会表示，这个法案上起先并无要甲欧洲联邦排除在外，佮讲内容会当调整。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hare the goal of making bold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climate crisis and to build 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including batteries and green hydrogen. We agreed to discuss practical steps to coordinate and align our approaches so that we can strengthen and secure the supply chains,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除了这以外，两个人伫记者会佫承诺会密切合作，协助乌克兰向俄罗斯总统普廷施加压力，寻求和平。马克宏表示会继续甲普廷对话，拍拼防止代志升级，要得到具体进展，亲像核电厂的安全。I'm prepared to speak with Mr. Putin if, in fact, there is an interest in him deciding he's looking for a way to end the war. He hasn't done that yet.If that's the case, in consultation with my French and my NATO friends, I'll be happy to sit down with Putin to see what he has in mind. 俄乌战争到今卖拍超过9个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科伫对24频道电视台访问，讲基辅一向对伤亡人数拢是公开。佮讲乌克兰有1万至1万3个士兵死亡，这比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克密里顶个月所公布的数字10万人少真济。波多利亚科6月时阵讲，逐天有100至200个乌克兰士兵死亡。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战争无论是谁输谁赢，可怜的拢是百姓。罗西亚南部城市赫尔松才拄恢复水电，即阵就搁去互罗西亚军蹦登去。有民众就讲，长者想到有水有电啊，好亲像是咧做梦共款，今日就搁变做一场噩梦。另外，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是用电火来举办一场音乐会，希望音乐会会当安慰民众的心情。这从早甲昨仔拢落在涂骹，大楼的玻璃嘛互震破。即么间咱暂时恢复平静的乌克兰南部的大城赫尔松，这2天佫互俄军攻击，互居民是真生气。У вас теж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да? Ну, дверь только. Твари, когда эти русские сдохнут, уж, Господи, Путин вместе с ним.因为战争影响到生活的民众是目眶红，互乌克兰的兵仔拜托因莫离开，当地水电设施才拄修理好，即马佫轰炸，部分的地区佫开始欠水欠电，嘛无航路。Холера с ним. Есть сухари, но я вчера набрала воды. Думаю, не, что-то не похоже на правду, чтобы у нас так было и свет, и газ, и вода. Это что-то такое непонятное.但是居民嘛强调，就算局势真歹，嘛要离开，因自细汉到大汉拢伫遮的赫尔松。地方当局讲，到初一暗时，赫尔松佫有2%的所在，同款是佫有电。欠电的首都基辅，初一是办一场特别的演出。主办单位特别设计演奏的现场，除了舞台顶600基 LED 的绿植灯，无其他的照明，互观众伫正暗，就是正平静的气氛来欣赏音乐。Зараз, я думаю, влучна ідея, оскільки, знаєте, багато як повітряних тривог, так і внутрішніх тривог в людей. Тобто цей спокій людям дуже важливий, оскільки в людей багато неспокою, багато якихось тривог, багато якихось переживань за війну, за інших людей, за близьких, які знаходяться на Сході, за неблизьких просто, за воїнів наших, які захищають нашу країну. 基辅目前的温度已经降到0度以下，因为欠电、欠航路，室内外的温度拢差不多。真侪居民敢若会当靠加穿衫，加甲毯仔，互家己莫遐寒。阁有一寡人是伫咧厝内面起火，结果无小心是引起火灾。基辅的市长初一直呼吁民众，甲水、食物和保暖的衫拢准
备好，考虑暂时搬去郊外。专家是烦恼讲，若完全停电，除了无法度供暖，自来水的供线嘛会间断停水，加上电话和网络嘛有可能断去，寒甲已经挡袂牢的民众，若无法度用紧急电话找人斗相共，恐惊会造成另外一场医疗危机。公司新闻7万0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